你有冇試過打字打到一半手突然麻痹，或者瞓到半夜又被麻醒？手麻可能係重大痛症嘅前期症狀。點樣睇手麻位置代表有咩隱性嘅身體問題呢？最常見有3種嘅。第一種，大拇指同食指麻痹咧，可以反映到頸椎病嘅早期信號。所以如果你咧係經常低頭玩手機同用電腦咧，頸椎就會開始退化，最先壓迫到嘅神經就會導致拇指同食指發麻噶啦。呢個就係最常見嘅頸隱性手麻。第二種咧就會喺中指位置出現麻痹，咁就要小心，可能係腕隧道綜合症，即係滑鼠手。而如果你係整日都會用滑鼠同鍵盤嘅話咧，手腕過度使用咧就會容易導致發炎腫脹，壓迫到正中神經，中指就會最先有感覺，之後咧可能會蔓延到成隻手嘅。第三種咧就喺尾指同無名指位置出現麻痹啦。如果係呢種咧就要小心，可能係手踭或者心臟問題啦，可能係經常托腮啊，或者係手踭彎曲講電話咧，都可能壓迫到尺神經。但係心臟氣血不足嘅時候咧，都可能會影響心經，導致尾指麻木，咁就要更加需要注意啦。如果手麻持續1星期或以上咧，或者麻痹情況越嚟越頻繁嘅話咧，就一定要揾專業醫師診斷治療，唔好耽誤黃金治療。